电影《流氓到15号》描写火烧岛查某政治犯的故事。今仔日特别伫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摄影的展览，摄影家郑三泰摕历史的相片甲电影剧照做回展览，介绍过去政治犯甲监狱的故事。一张黑白相片伫国家人权博物馆远距展示，有过去政治犯的真实相片，也有最近开始放映《罗马狗15号》电影剧照，这拢是摄影师谢三泰的作品。以无共时代真实历史相片甲拍电影的剧照，做伙描写政治犯甲监狱的故事。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的理由跟脉络，我把它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，我把它串联起来。最终，我的目的是说，我听到欧上他们告诉我很多监狱上的一些样态，我会想去揣摩那些样态。电影《罗马狗15号》描写女性政治犯伫火烧岛的故事，摄影展览初7伫人权馆开幕，监察院长陈菊也来到现场。伊讲，过去以政治犯的身份来到这个所在，即马原本的法庭、看守所等等，已经成做国家人权博物馆，伊感受到民主自由的珍贵。我是1979年12月13号美丽岛事件以后，我们清晨5点多被逮捕，就到这个地方，唤醒台湾的社会。大家对50年代、60年代台湾在非常恐怖的时候，多少人的青春，多少人的家庭破碎。罗马狗15号出品人姚文迪表示，不只有电影、摄影展览，所来还有放假推出，嘛会登去绿岛举办特别放映会。记者郭文潮随新闻报道。